近日有新疆烏魯木齊市嘅市民表示，有啲打住洗浴旗號嘅經營場所，佢哋所提供嘅服務並唔只係沖涼咁簡單。嗱，記者咧就嚟到烏魯木齊市嘅某家洗浴中心啦。由呢個大堂嘅佈置嚟睇咧，係冇咩特別嘅，但呢度嘅洗浴咧卻係分為兩類嘅喎。單間咋洗啊？29吧，48、48、58、小米洗啊。價格不一樣，估計不一樣。嗱，單間嘅價格又點解會咁高呢？記者就行入咗小妹服務嘅單間啦。嗱，細細地嘅房入邊，除咗木桶就得一張床啊。但店員就話啦，呢個價格物超所值啊！28的顯示一整個浴室是套不床，洗澡設備推薦，洗完衣服上面的顯示一個服務的客戶檔平台。388機的288基礎上到小米做小全套服務，在冰河漫遊了。588小米做大全套，就在胸推的。688就是按摩時間和按摩時間，就588488手術。嗱，喺呢啲洗浴中心呢，色情服務嘅提供者小妹都唔係想見就見㗎。哦，你先叫個女孩看一看。這個叫不了。你把衣服拿嚟俾佢。嗱，工作人員都係非常謹慎㗎，只有確定你消費咗先可以見到小妹。而咁樣嘅消費呢，洗浴中心都會提供保密嘅服務喎。有幾個女孩了？讓別人知道我在這兒。不是別的公司的，不是那啥區的。嗱，其實咧呢啲都只係當地色情服務嘅冰山一角嚟㗎咋。嗱，記者隨機走訪咗幾間按摩店，同呢個洗浴中心唔同啊。呢度嘅色情服務同客人呢係面對面傾價錢㗎喎。直接做200年，除非做300的全部免費，我們也可以，雙飛500的好呀，給你200因為嗱，記者就調查發現啦，呢啲提供色情服務嘅按摩店呢，多數喺街邊或者喺地下室啊。佢哋呢同客人協商好價錢之後啊，就會帶客人呢到啲隱蔽嘅房間。如果你對服務人員唔滿意，佢哋呢仲會帶你去其他房間揀人喎。哪個都可以。睇嚟啊，呢啲人員係冇意識到提供色情服務嘅不安全性啦。嗱，只要客人俾得起相應嘅價碼，佢哋嘅要求都會被滿足喎。民生記者報道。